是许薇老师，又到了微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啦。今天许薇老师呢要教大家来热心一点，替互相介绍男女朋友。首先我们先来问还有女朋友吗？这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佢有女朋友冇？佢就是他，还记得哦，好棒哦。有就是有没有的有，佢有就是他有。朋友，朋友就是女朋友 girlfriend。对，佢有女朋友嘛？嘛就是妈，就是那个意思。佢有女朋友嘛？再来，那他有男朋友吗？佢有男朋友嘛？男朋友就是男朋友。佢有男朋友嘛？他有男朋友吗？嘿，我要来凑对咯。或者我们问对方说，你结婚了吗？你就是你，你就是 you， 就是你。结婚了吗？you 結婚嘛？you 結婚嘛？忙就是尚未上，你已结婚了吗？你有结婚嘛？也是问对方咯。或者直接问你有对象了吗？你有对象嘛？你有对象嘛？对象，再来一次，对象，很好，发音很标准。对象就是对象，我帮你介绍对象好吗？我就是我，我老你，我来帮你，我老你，你就是你，还记得吗？我老你介绍。介绍就是介绍，对象好嘛？来，整句话跟徐老师念哦。我老你介绍对象好嘛？很好。那么老公怎么说呢？就是我的先生，客家话叫做頭家。頭家就是这个字，也可以拿来指店的老板啦。好，或者是老婆本娘，本娘，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後買，也可以这么说。阴客喜相逢，徐文老师要教爱屋及乌，客家话是这么说的：食花莲盆，食子莲孙，食花疼惜花儿。花盆也要喜欢疼孩子，孩子的孩子，孙子也要疼爱哦。食花莲盆，食子莲孙，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英文怎么说呢 ？Love me， 爱我 ；Love my dog， 爱我，我的狗狗你也得爱哦。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徐伟老师要带着大家开口讲客家话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第一句话，佢有女朋友冇？佢有男朋友冇？再来，你有结婚嘛？你有结婚嘛？你有对象嘛？我老唔介紹對象好嘛？頭家本娘好嘛？爱屋及乌怎么说来？食花莲盆，食子莲孙。Love me, love my dog。我是徐薇老师，是梦里安子 say 再见。